張柏芝大兒子公開說謝霆鋒壞話，並揭穿爸爸真面目。張柏芝都令住娛樂圈眾多演員中，張柏芝是一位備受矚目的藝人。她經歷了從一名備受歡迎的女主角到配角的轉變，甚至有段時間半隱退。雖然她的演藝事業曾一度低谷，但她以出色的母親形象重新嶄露頭角。或許你也看過她在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中的表現。那一期節目中，張柏芝與那英同台競技。我們都知道那英與王菲是好友，而娛樂圈也充滿了對張柏芝與王菲之間關係的關注。一開始，那英或許有些疑慮，但最終被張柏芝的善良和友好所打動。他也認識到，儘管張柏芝經過了嚴格的訓練而感到疲憊，但一旦看到孩子們有好吃的東西，他會立刻考慮為他們帶一些回去。這種無私的關懷讓我們認識到，張柏芝是一個真正的好媽媽。現在，他的孩子們非常依賴他，一旦聽說媽媽與異性朋友有接觸，他們迅速進入妒忌模式。正如他所說，擁有3個卵子讓他感到非常幸福。他與孩子們的關係非常親近，沒有任何隔閡。有一次，大兒子謝震軒問他怎樣才能牽女生的手，張柏芝調皮地回答：我從來不牽手，因為我怕媒體拍到。他沒有正面回答兒子的問題，但這顯示出張柏芝在教育孩子方面有自己的原則，能機智地應對院子提出的問題。然而，如果謝震軒真的陷入了戀愛，相信張柏芝也會感到不捨。儘管張柏芝的生活相對辛苦，需要既充當父親又充當母親來照顧孩子，但孩子們對他的關愛卻是100%的。在公開場合，兒子們經常為他辯護。有一次，記者提到謝霆鋒和王菲復合的話題，張柏芝的大兒子聽後表情陰沉，直言還好爸爸和媽媽分開了，爸爸很少來看我們，他根本就不配做我們的爸爸。總結而言，張柏芝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演員，還是一位堅強的母親。她在事業與家庭之間保持平衡，展現出了出色的母愛。儘管她經歷了婚姻的磨難，但她一直堅守着自己的原則，以孩子們的幸福為重。我們期待着她未來更加輝煌的演藝生涯，也希望她的家庭能夠重新團聚，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幸福的環境。2023年9月，一則爆炸性新聞在社交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。張柏芝的大兒子謝震軒 Lucas 在公開場合直言父親謝霆鋒不是好爸爸，並揭露其很少回家看孩子，工作忙到連生病都無人照顧等細節。這一言論不僅讓現場的張柏芝當場愣住，更將謝霆鋒與子女之間長期被忽視的親子關係推至輿論風口。這場家庭紛爭背後，是單親母親12年如一日的獨自撫養，父親角色長期缺位的現實，以及娛樂圈明星家庭在公眾視野下的複雜生態。事件還原，從世紀復合到親子控訴，事件導火索 Lucas 的公開控訴。據港媒報道， Lucas 在一次媒體採訪中突然情緒失控，直言他謝霆鋒總是很忙，我和弟弟生病發燒時都是媽媽照顧。這一言論迅速發酵，甚至有媒體拍到張柏芝在聽到兒子發言後當場愣住的畫面。Lucas 的控訴直指謝霆鋒作為父親的失職，尤其是將其與母親張柏芝的付出形成鮮明對比。謝霆鋒的緊急回應，公關危機下的父愛證明。面對輿論壓力，謝霆鋒團隊迅速啟動危機公關，其經紀人方文希公開表示，謝霆鋒一直深愛兒子，每年都會支付高額撫養費，並定期與孩子見面。然而，這一說法被網友爬出漏洞，有媒體爭拍到謝霆鋒在兒子生日當天與王菲在日本滑雪，而非陪伴孩子。更有港媒爆料，謝霆鋒每年僅在孩子生日時發紅包，日常探視頻率極低。張柏芝的沉默與大度，單親母親的體面，與謝霆鋒團隊的激烈回應不同。張柏芝始終未對前夫發表負面言論，她在社交平台曬出與兒子的合照，配文我的男孩們長大了，試圖用行動平息風波。
然而，這種沉默被部分網友解讀為隱忍的犧牲，甚至有人翻出他早年採訪中的話：我可以為了孩子放棄一切。2. 深層矛盾，從親子鑑定到情感脫失，親子鑑定風波，父愛信任的崩塌。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危機始於2008年艷照門事件。儘管謝霆鋒當時公開表示不會因此離婚，但據港媒披露，他私下曾帶 Lucas 進行親子鑑定，結果顯示 DNA 相似度高達 99.99%。這一舉動雖被謝賢證實孩子確實是謝家的，但無疑在 Lucas 心中埋下了被懷疑的種子。多年後，Lucas 在採訪中透露：我小時候總覺得爸爸不愛我，可能是因為我長得不夠像他。父親角色的長期缺位，從缺席生日到或說作秀。謝霆鋒與兒子的疏離並非一日之寒。據港媒統計，2011年離婚後至2023年，謝霆鋒被拍到與兒子同康的次數不足10次。反觀張柏芝，他曾被拍到單手抱娃、單手開車的帶娃日常，甚至在綜藝節目中因兒子的一句媽媽我愛你淚灑現場。2025年，謝霆鋒突然帶對子滑雪的舉動被網友質疑為作秀。有媒體指出，他從未參加過孩子的家長會，卻在鏡頭前展示父愛。在婚姻影，王菲與孩子的情感博弈。謝霆鋒與王菲的世紀復合被外界視為對張柏芝母子的二次傷害。Lucas 在採訪中直言：爸爸現在和媽媽在一起才最好。這一言論被解讀為孩子對後媽的抵觸。更令人唏噓的是，謝霆鋒曾公開表示不會再生孩子，但王菲與前夫李亞鵬的女兒李嫣卻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，形成鮮明對比。3. 社會鏡像，明星家庭的育兒困境，單親媽媽的困境。張柏芝的好媽媽人設爭議。張柏芝的好媽媽形象一直飽受爭議，支持者認為她為孩子放棄事業，親自接送上下學，拒絕再婚等行為堪稱典範。反對者則質疑其利用孩子炒作，甚至翻出她曾在綜藝中記不清孩子喜好的片段。然而，那英在《乘風破浪的姐姐二》中的評價或為真相。他真目睹張柏芝將節目組的小餅乾偷偷打包帶給兒子，並感慨他才是真正愛孩子的人。父親角色的重構，謝霆鋒的事業優先悖論。謝霆鋒的事業狂形象與其父愛缺失密切相關。他曾在採訪中表示：我希望成為兒子的榜樣，而不是保姆。然而，這種事業優先的價值觀在娛樂圈並不罕見。對比其他明星父親，陳小春會推掉工作陪兒子參加綜藝，鄧超為女兒飾演1年。謝霆鋒的缺席顯得尤為刺眼。公眾輿論的撕裂，從同情張柏芝到反思父權。事件發酵後，輿論呈現兩極分化。一部分網友指責謝霆鋒不配當爹，呼籲其多陪孩子。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明星家庭的事外人無權干涉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這場風波暴露了社會對父愛的刻板期待。父親是否必須通過陪伴證明愛？謝霆鋒支付高額撫養費、為孩子規劃教育基金等行為，是否也是一種父愛表達？4. 心理剖析，孩子的情感創傷與修復。童年創傷，被父親缺席的成長。心理學研究表明，父親長期缺位會導致孩子缺乏安全感、自卑甚至叛逆。Lucas 在採訪中透露：我小時候總問媽媽，阿爸為什麼不來？這種反覆追問背後，是孩子對父愛的深切渴望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謝霆鋒的突然出現與話說事件，可能加劇孩子的情感混亂，形成既期待又失望的矛盾心理。母子共生，張柏芝的過度保護隱憂。張柏芝對兒子的無微不至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。他在綜藝中曾坦言：我害怕兒子長大後離開我。這種過度依賴可能導致孩子缺乏獨立性。例如 Lucas 在15歲時仍不會牽女新手，被母親調侃怕被媒體拍到。這種情感共生既是對父愛缺失的補償，
也可能成為孩子未來親密關係的阻礙。修復之路，從公開控訴到私下和解。2025年，謝霆鋒開始嘗試修復父子關係。他大段子話說，參加音樂活動，甚至在社交平台曬出與 Lucas 的合照。然而，這種遲來的父愛能否彌補12年的空白？專家建議，謝霆鋒需通過持續穩定的陪伴重建信任，而非依賴一次性的作秀。同時，張柏芝也應適當放手，讓孩子與父親建立獨立的關係。5. 輿論反思明星家庭的隱私邊界，媒體的責任從窺私到共情。在這場風波中，媒體的角色備受爭議，部分港媒為博眼球，不惜編造 Lucas 非謝霆鋒親生的謠言，更有媒體在孩子學校門口蹲守，拍攝其孤獨身影。這種過度消費明星子女的行為，已突破道德底線。媒體應反思如何在滿足公眾知情權與保護兒童隱私之間找到平衡。公眾的覺醒從食瓜到理性，網友的態度逐漸從站隊護士轉向理性討論。有人指出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們的家庭問題不該成為全民狂歡的素材。更有人呼籲，與其指責謝霆鋒，不如反思社會對父愛的單一標準。這種轉變標誌着公眾輿論的成熟。法律的保障，明星子女的特殊保護。目前，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隱私的保護尚不完善，建議借鑒國外經驗，出台明星子女隱私保護法，禁止媒體曝光其肖像、學校、健康狀況等信息。同時，平台應加強對兒童相關內容的審核，避免二次傷害。愛與責任的永恆命題，張柏芝與謝霆鋒的父子風波，本質是一場關於愛與責任的現實拷問。他提醒我們，無論明星還是普通人，父母的角色無法被金錢、名譽替代。孩子的情感需求，更不應成為成人世界的犧牲品。真正的和解不在於公開道歉或作秀陪伴，而在於謝霆鋒能否真正理解 Lucas 那句他不是好爸爸背後的失望與渴望。在親子關係中，時間從不會為任何人停留，錯過的陪伴終將成為一生的遺憾。